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招你来研究民间流传几多句形容词。我安尼去查，发觉讲日本时代专家所编的《大日大辞典》都已经有记载。头一句，咱来讲咸鲜，何国情啊想到一拍四句联，讲人的阿哥咧开店，阮的阿哥咧卖盐。一摆摕钱，一摆念，盐罐的钱有较咸。哦，这句话原来淡遮三观两异，因为盐罐的钱可能是因为食糟的时阵有卡着盐花啊，所以有较咸。毋是啦，讲伊的阿哥吼真当生有较咸。对，这句咸鲜，咸鲜第一解说就是讲吼，咸鲜有咸味，啊，佫无足咸的，安尼叫做有咸鲜。但是第二解说就讲，即个人当生，原来讲做人真咸鲜啦。啊，当然啦，咱知影，若去爱着即个当生的阿哥，简单讲，现代就是爱毋着人，偏偏呐水歹无彼止，介意较惨死。你甲看，偌济姑娘啊为情所困，为着人生的路爱毋着人，伫咧怨甜。哦，国情啊！即句怨甜，原来已经真罕得听，无毋对。人大日大辞典内底原来有记载，怨甜就是啥？就是高高甜，你袂清，讲做怨甜啦。迄锁啊，角头别人无摘条头，干那你有摘条头，偏偏啊你都毋透。你已经爱毋着人啊，已经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当然代志是愈舞愈怨甜，怨甜，你家己无知觉，旁边的人吼。替你安尼提心吊胆，看到已经起青青啊！你敢知？青青原来形容词，原来大日大辞典内底就查有。青青表示啥？第一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起鸡母皮，起青青，看到会寒会惊。第二，当然嘛，表示讲代志已经严重性无在调控制咯。有够严重的才讲有做青青，才青青哦，青青。原来加减即马喙动喙。老辈大家对答，还佫会讲到。啊，毋过目前国情所查，是敢若日本时代大日大辞典内底有记载，所以淡遮甲轻做伙，扣做伙。我毋是咧批评讲啥物人爱毋着人，我是用短短的故事招你研究台语。咱口语中间还佫有真侪真正确、真对当，啊真艺术的用语，咱来扣转来做参考甲运用。